迎收看《人生谢幕诸葛亮传奇》，我是吴凯文。一代喜剧天王诸葛亮与大肠癌搏斗3年，2017年5月15日，因为癌细胞转移并发肝衰竭病逝，享受70岁。很多人说诸葛亮离开人生舞台，秀场歌厅秀的时代也就此结束了。今天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就先带您来回顾他传奇的一生。诸葛亮曾经当过卖菜批发商，因为喜欢看戏，所以进入剧场，演活了《廖天丁》戏里诸葛亮的角色。他也用诸葛亮当作艺名，闯荡演艺圈。有一次，蓝宝石大歌厅当家主持人因故无法登台，诸葛亮拿了麦克风就直接上，就此声名大噪。每一场演出都有不同的笑点，举手投足都能镇住场面，吸引观众。他也曾经从秀场跨入电视圈，只不过在那个推崇说国语的70、80年代，他的台湾国语一度让他绑手绑脚。不过诸葛亮脑筋一转，用双关语打入了电视圈的市场。台视也留下他在节目上的珍贵画面，透过这些画面，带您来回顾他的诸事幽默。彩虹大厅。熟悉的音乐声响起，诸葛亮准备登场。有他在的节目，有他在的舞台，几乎就是票房保证。大小明星环绕，载歌载舞，带动现场欢乐气氛，也锁定观众目光。不要你，我不要你，与秀场搭档的绝佳默契搬到电视台，于天看到诸葛亮跟太太李亚萍太亲密，表现吃醋，动手打的巴掌好响亮。这一招总是能逗得台下观众哄堂大笑。诸葛亮的俱乐部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诸葛亮的俱乐部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来呀来吃这，英英猛跑的，诸葛亮啊笑亏，互咱笑嘿嘿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都笑翻了，观众都会笑翻了。而为什么有的看了一场，明天又来，看了这一场，下一场又来？因为他知道你们又讲不一样的话，所以代表是这个观众上来跟你聊天，吃你豆腐。比方说，他问观众：“哎，这个有水不？体格好不？皮肤好不？啊，你想要摸一个不？”观众当然点头，我带在地来摸。他就会替观众做这件事情，然后让观众就很爽啊，因为你讲出我内心的话啦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于天打诸葛亮巴掌之所以成为经典，还有一个关键，因为除了于天，其他人只有挨诸葛亮巴掌的份儿。像是何一航、黄西田，一场表演下来没有被打，感觉就是少了那么一位。这首歌名是叫做。广东歌我不会讲啊，原来这个叫做你不会讲，你国语比我标准啊。我国语会讲，广东话我不会讲啊。哦，这样，那你的意思是我国语不会讲，广东话就会讲啊？这样子好了，干脆我们把介绍出来。哦，问他要唱什么歌再说，好不好？好，朱先生你好。对，朱先生，朱是先杀比较多，没有先生的。那你唱什么歌曲送给大家？今天唱一首广东歌。广东歌？广东歌？什么歌名啊 ？Anita。什么要和你谈？不少港星还有演艺新人，当年要打开市场，就得靠诸葛亮，因为诸葛亮就是有办法拉近艺人跟观众的距离，让街头巷尾的阿公阿嬷们也喊得出名号。你们全家一个杨小平，一个杨雅慧，还有一个你杨庆煌啊！啊，你爸爸以前是什么星啊？全家都是星啊？不是星啊，爸爸是做生意的啦。我爸爸做生意的，垮掉了，你们再出来当歌星的啊？像他最早期的一部电影叫什么男呢？在世男。哦，在世男。你说什么？在世男。你在世男？对啊，拍的电影叫在世。你真的在世男？不是啦，拍的电影叫在世男啊。我以为你真的在世男呢，那我就不是普通男了啊。草根性强是他的特色，来宾听不懂他的台湾国语，而他也听不懂来宾的国语，却常常以此制造出一语双关的笑点，为节目效果加分。所以说，今天有的时候有些人呢、他上我们这个节目，会不会你觉得有点不恰当？例如说国语差一点呢、或者是长得难看一点，或者学校，
哎，你好像在讲冰道哦。冰道？你讲冰道啊？他就是指他频哦，道。频道没有，刚平交道了，频道。你是说我国语不标准是吧？我没有这样讲，我只是觉得不知道恰不恰当。里面只有我一个最不标准的国语。新闻局他就可以同情我，你为什么不同情我呢？你国语水准高到哪里去呀？在推行国语运动的70、80年代，诸葛亮从秀场走进电视圈，台湾国语腔调却也凸显出他的独树一格，连他自己都觉得好神奇。颁奖是第一次，我也很高兴这个隆重的场面，而且新闻局我们的局长对我特别原谅，因为我这个录影带里面国语又不标准，而且有办法销到国外，就是替我们台湾打一个基础。所以我的录影带近期我们的局长就尽量过。其实是这样子的。诸葛亮如此受欢迎，一定要提到他的发迹地点蓝宝石大歌厅。在这家歌厅里面呢，曾经有许多国内外知名的演艺人员在这登台表演。可是观众朋友所看到的都是在他们舞台上面光彩炫目、嬉笑怒骂的一面，却不知在他们的背后隐藏了多少的辛酸和无奈。我以前是在卖菜，卖菜，卖什么菜？但是卖人家在吃的菜啊。没有啊，像卖菜有卖很多种啊，像你通常那个时候是卖些什么菜？小白菜。我们是大麦。哦，大麦批发。批发。大杯啦！那卖菜怎么可能和舞台结缘？左营也没有电视台啊，也没有舞台啊。对，我喜欢看戏啊，就去戏院看啊，看人家演戏不错啊，我会找一个机会就进去参加。因为爱看戏，诸葛亮14岁时加入剧团，演了廖天丁旁边的诸葛亮角色，立刻被极致歌王张帝推荐进入了蓝宝石大歌厅写剧本。有一天主持人来不了，他拿了麦克风就上台，开启了诸葛亮歌厅秀的大时代。嗨，我有来咧赶时间。我直接饲号码的，我拢唔知影在创啥，我无安怎的，你来把我。快点按，快点按。拄则唔是我甲你揽的，刷你入去，你甲我拔，你咧甲我拔啥物事？当时就是你啊，看你看目镜斯文斯文，你就做八哥哦，你这都唔是八哥，你乱七八糟的八哥，你来你，他是我男朋友啦！听到没有，诸葛亮，你无聊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我坐电梯啊！你坐电梯？对啊，好可惜呀！什么？你戴眼镜总共4个眼睛。对啊，你把这个当做电梯。这个不是电梯吗？电梯，好可惜哦。这是这大楼的公用厕所啦。这是厕所？乱来吓我一大跳，害我没有解决清楚。我告诉你，给我冲水，我给你冲。诸葛亮出道的时候，是我的大哥张帝，他当时就赏识了诸葛亮的潜在的才华，所以当时就是力荐，保证这个人一定会在蓝宝石歌厅大放光芒。他这种天分，老实说，没有人可以取代的。我只能说，除了怀念，还有惋惜，找不到人来替代他这种感觉，很爱他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彩虹新闻事件报道。对，今天彩虹新闻呢，有我杜菲菲，有我诸葛亮，对，2个人联合为你服务。对。那么彩虹新闻呢，是综合社会事件各种新闻媒体融入综艺节目，做立体报道。对。这个。别看早了，来。
现在报告情况在看稿，马上就要讲了。但是你在讲比我看还快啊！我怎样报道啊？当记者啊，要注意礼貌，要注意仪表啊。特别你那个满嘴台湾国语怎么行呢？啊，什么速界报道？对啊，速界报道不行啊！这个本身嘛，报告清楚来咬字就要注意一下，咬字。来，说，我是诸葛亮。好，可以，好。从声音到表情，通通都有戏。诸葛亮就是有魔力，叫观众目不转睛。除了短裤、短西装，还有那一颗其实当年一剪完，让他气到差一点翻桌的马桶盖头。这顶头发是真的啊，不是假发。真的。当初这个发型是谁设计的呢？是高雄有一个西北发廊啦，一个于师傅啦。当初他给你剪这发型，你自己都没有什么意见，觉得？当时给我剪好，我照镜子，奇怪，怎么这种头呢？他说会红，自己也吓一跳。我就好试试看，结果就红了。伊讲啊，若甲我加这个头吼，较无啥适合呢。我讲袂啦，你伫舞台嘛，舞台是足好的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我袂啦，你着忍耐一下。伊红，我嘛对红呢，我真好呢，我开车白啊。回想当年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理发厅老板于董，坚持要诸葛亮盖上这一顶马桶盖，说这是披头士的造型，肯定会红。果然，就连天王刘德华也特地来台跟他 PK 演技。奇怪，这个家伙怎么从香港来到台湾？为什么一到台湾就找上我呢？大哥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你们不知道？不知道，这个叫做刘德华。这是我们台湾刘德凯的结拜兄弟，你知道吗？他祖先就是刘备。朱老大，要不要我们把他？我会办。欢迎，好久不见了人讲人若食无死，拄到还佫会烧肠。讲什么？你不知道？英格里斯。Thank you。你伫香港，我伫台湾，你杀你的鱼头，我保守我的角头。结果你来到台湾，要来赌场，要赌，要安怎赌？你讲。我搁赌讲，大爸都讲。你讲什么？大爸要什么讲？听无？我是说，我们要赌的就赌大一点。博较大。对。安尼好。1亿万外美金。美金啊？咱两个人赢的人，起来去中东救济。好。姓刘的什么？眼睛睁大一点，看。哇！好巧。诸葛亮总是特别放得开，不计形象地扮演各种丑角，总是不按剧本演出，以临场的机智反应博得观众更大的掌声。朱大哥他们以前是剧团的嘛剧团的人的习惯就是说戏。后来我们到秀场，我们也习惯是说戏、听戏，导演就说给你听，讲给你听，你的角色是什么。但是妥点的台词所有的角色是靠你自己去揣摩你自己去发挥然后呢，剧本这种东西来的是死的，你要叫他照剧本演，他没有办法演出来，因为他要自由发挥，他的临场感非常好。你把它写成死的，他没有办法发挥。你在笑没有牙齿，你还敢笑？谁不敢？各位好。我今天讲古给你们听。我今天讲什么古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在这里，治国山。不能笑，他是故意的。三国志。三文治。报告师傅，有人在问了，这个
个历史上说这个关公过五关斩六将，哎，他是过了哪五关呢？五关的简单呐，就开门呐，门没有关就一关呐，门没有关，对，因为他的脸红红的啦，他照镜子以为他的脸呐脏啊，实际上是原本就红的，因为他高血压照镜子然后看到他的脸红啊，就进去呀，洗脸啊，水龙头没有关。不按牌理出牌，随时点到为止的笑话，诸葛亮建立自己的招牌与特色。记住那样熟悉笑容，一个知道我爱你、想你、怨你、念你，深情永不变。难道你不曾回顾想？过去即使站离表演舞台，观众没有忘记他，仍旧在演艺事业创造了一波波的高峰。而今他70年的人生落幕，未来戏迷们也只能透过这一些影像，回味他的诸事幽默。幽默独特的主持风格，诸葛亮在1980年代被封为秀场天王。年轻的时候日进斗金，秀场海报只要有诸葛亮就是票房保证。不过近几年外界对他的印象就是跟女儿谢金燕之间的父女恩怨纠葛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欢迎回来，节目现场。近几年，外界对诸葛亮的印象就是与女儿谢金燕之间的父女恩怨纠葛。回顾诸葛亮的情史，一共有4段婚姻，每一段婚姻都很认真，却似乎对每一位太太都有亏欠，也成了亲子之间不愿碰触的话题。不过，在朋友的眼中，诸葛亮是个传统爸爸，心中想的都是怎么样对孩子最好。近年来，与诸葛亮互动最亲密的小女儿谢晶晶，父女重逢之后，诸葛亮全力拉拔谢晶晶出道。为了想多赚一点钱给小儿子，诸葛亮也硬是撑着生病的身躯拍电影。5位子女都是诸葛亮的心头肉，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跟谢金燕之间的父女情。1991年，17岁的谢金燕准备进军演艺圈，没有想到一场车祸差点丧命。诸葛亮当时四处奔波筹措医药费，才救回女儿一命。1993年，谢金燕如愿发了第1张专辑。当时诸葛亮为了要帮女儿争取曝光率，拼命陪着谢金燕上节目跑通告。无奈家庭的因素让谢金燕暂时斩断和诸葛亮的联系，纠缠了18年的心结，在诸葛亮人生最后时光终于解开。谢金燕也一路陪伴诸葛亮走完人生旅程，让彼此没有遗憾。这个就这样了。谢谢谢金燕小姐送给我一件很温暖的外套。顾不得录影时间，迫在眉睫，诸葛亮拿出女儿谢金燕亲自送来的外套，还有一封亲笔信，署名给挚爱的老爹。虽然没有碰上面，但这一刻，诸葛亮已经盼了10多年。他想我，我更想他。我希望他要跟我见面，公公正正就弄一个记者会。爸爸在镜头前的一番话，没想到却让父女俩关系再降冰点。而喜欢唱歌表演的谢金燕，身上似乎也有着父亲给的舞台魅力 DNA。多才多艺，敢秀，喜欢表演，加上外形出众，又有着一双修长美腿。1989年，谢金燕隐瞒身份参加电视台的美腿小姐选拔赛，脱颖而出，还在节目当中客串短剧，美丽演技。原本以为明星梦即将就此展开，没想到一场车祸让谢金燕差点丢了命。小时候那么爱他，然后他车祸，他也为了他
着急啊，对筹款呐，去帮他医好。所以父女还是有很深的情感。出车祸的时候呢，这个阿卢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他那时候都是在外面打工养活2个女儿啊，就只好跟诸葛亮求救。诸葛亮还是想办法借钱来帮救治，尽全力来救治这2个女儿。这一场车祸并没有断了谢金燕的歌唱梦，反而更努力治疗恢复。2年之后，终于发行了第1张的国语专辑，人生中的第1场正式通告，爸爸一路相伴。掌声欢迎！来。脚步走得不太稳，诸葛亮立刻扶着，就怕谢金燕稍有不慎。尤其前一阵子我们在报上看到你们2位又出车祸，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？今天是这个受伤之后第一次在我们节目上跟朋友们见面嘛？都好了，都好了，都好了。好像最近走路会有点不舒服，是不是？对，他说在2、3个月以后才会平衡了，现在高低啦。哦，说你在讲我讲什么？我们这些子女后辈，我们会有无形中有很多压力。可是事实上，他们是真正关心我们的，所以事实上他们对我们也是有帮助。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放给我们自己去闯。对。那诸葛亮为什么不放了，给自己出去闯？我有放啊。他说没放，我都放到发生车祸了。看得出来，当时谢金燕相当的紧张害羞，但是诸葛亮发挥搞笑功力，带动气氛，制造节目效果。受不了你对我的苦，没有吹不散的雾，常可是我选择的路，不怕困难，风雨无阻。中小天王老爸带着新人女儿跑通告打歌，为的就是帮女儿能够争取多一点的曝光机会。我是觉得，因为大家都会说啊，我一个这么出名的爸爸诸葛亮在撑着哈，可是呢，我爸爸也相信，今天如果说我真的只是个空壳子的话，怎么捧我都没有用的。我相信我会做给你们大家看。爱家己有实力，对，袂使靠讲按老爸诸葛亮啊，对了，你要出来做歌星，规个拢靠势，袂使，是，要互社会观众去认定，对不对？讲话爱客气。难得在镜头前同台真情告白，诸葛亮对女儿不止疼爱，还有满满的期待，但也生怕自己的名气为女儿带来压力与伤害。对于你的宝贝女儿的歌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推荐一下，介绍一下。这个要让人家批评，不要当爸爸来批评，让我们的观众来爱护他，来喜欢他，好不好？他已经当歌星了，那这条路他自己走的。他就拼他的命，尽量去唱，希望大家接受，这怎么样？反正我在社会上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，对不对？那我也跟各位观众都很好。那我女儿已经当了歌星了，对不对？总算我也很高兴。谢金燕对爸爸不止崇拜，更是有满满的爱。那些年上节目跑通告的日子中，模仿诸葛亮是他的强项。风湿关节就不痛，运动有伤肌肉酸痛，拢会腿就不痛。爸爸的马桶盖造型被外人笑称是其貌不扬，不过这一切都是谢金燕心中的挚爱。老爸歹左囝水，这理所当然，对不对？这一半行我嘛是会真水，我头毛吹起我嘛是做缘投啦。大家都说他很丑嘛，其实他不丑不丑。他虽然丑，可是他心地很好，他不会想要去害人。他说你丑，我们可都是人家来害他比较多。此时此刻的诸葛亮就站在一旁，安安静静看着女儿描述他心里的爸爸，难得片刻不搞笑，这是诸事风格感动的表现。不过荧幕前的父女温馨情并未持续上演。传出诸葛亮因为沉迷大家乐，积欠了大笔的债务，迫于无奈之下，在1999年离开了演艺圈，和外界完全断了联系。他后来戏称是去出国深造，但他不止一次提到，这段时间唯一跟在他身边的就是第4任妻子叶瑞美。那在一起之后，其实诸葛亮那时候几乎已经是负债很多不说，还开始就出国深造了10几年。
所以叶瑞美真的很辛苦。到诸葛亮后来，当然就是他叶瑞美在外面打工啊，哦，就卖衣服啊，在黄昏夜市摆摊卖法式啊，然后儿子睡在旁边空的摊位上面，诸葛亮坐车经过看了眼泪都掉下来，就是我怎么会把我的人生搞成这样？1994年，诸葛亮对于在秀场打工的叶瑞美一见钟情，相识苦追8个月之后，两人才在一起。其实叶瑞美跟诸葛亮差还蛮多岁的，那然后呢，这个叶瑞美就一直拒绝他。那有一次诸葛亮就跟他讲说，哎，我跟你讲哈，啊，我已经离了婚了哈，离了婚好几次哈，啊，你也知道我现在状况哈，啊，可是我很喜欢你，愿不愿意接受我？啊，你如果不接受的话，我今天就要去酒店 happy 了，因为杨丽花哈，她那个菲律宾的朋友来哈，我要去帮忙挨下指一下哈，啊，我就去了。啊那个叶瑞美就讲说，就没有他讲，那你要去你去，你关我什么事？就没想到那天送了他以后，诸葛亮一出来一看，叶瑞美就等在酒店外面在等他了。那诸葛亮再一次跟他表白，叶瑞美才接受他，两个才在一起。只是在一起没多久之后，孩子生了，但也跑路了，颠沛流离又拮据的生活，全靠着妻子叶瑞美苦撑。一个女人要维持一个家，真的是不容易。那个男人是不能露面的。那个男人只能，对不对？连赚钱的机会都没有啊，他只能在庙里混一混啊，泡泡茶。这真的是，而且女人可能连抱怨的话都没有出，她可能连抱怨都没有，所以男人才会这么感谢啊。朋友口中的诸葛亮，感情世界风流，但不下流，每一段都是认真付出。其实他每一个老婆关系都很紧密。只是因为那个以前真的我们秀场的工作量真的是很大，每天都要表演，1年365天。然后呢，我们是居无定所，因为北中南每一个礼拜都在换，所以呢，可能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会比较短。那可能跟家人相处比较短，那出去外面的时候比较容易有别的火花，或者什么情愫。诸葛亮18岁时娶了一位理发厅的法姐，生了大儿子谢顺福。第二任妻子林建如生下的谢金燕以及谢金燕。第三任是谢晶晶的妈妈郭艺兰，不过两人并没有办理结婚手续。第四任叶瑞美生下的小儿子谢佑颖，然而诸葛亮的多情却让女儿谢金燕心生不满。第二任婚姻呢，就是跟那个阿卢，就是谢金燕的妈妈哦，谢金燕的妈妈。然后呢，可是他们在婚姻当中，等于是谢金燕还在6、7岁的时候呢，他又把第三任的太太，就谢晶晶的妈妈哦，阿兰给带到家里面来，还有2女同室一夫。那这也就是让谢金燕一直没有办法原谅爸爸的主要原因，就是他那么小的时候就看到说，哇，你把一个莫名其妙的阿姨带到家里面来了，还生了一个女儿，这不说，你还对我的妈妈又动粗，又家暴，又语言暴力，然后呢，又把我们赶出去。为了顾及妈妈的感受，谢金燕开始不和父亲碰面，一边是挚爱的爸爸，一边是辛苦拉拔她长大的妈妈。父母离异，她别无选择，斩断父女情，守护妈妈。没有把我当作你的父亲，我讲一句话送给你：诸葛亮死了以后，谢金燕你不可以来送我。那从今以后，你就是谢金燕小姐，我就是诸葛亮，以后叫我朱大哥。有没有特别什么话要对朱大哥说？下一题，父女俩隔空放话，之间闹得沸沸扬扬。但是为了帮女儿加油打气，朱爸爸自掏腰包前去谢金燕演唱会的现场加油。台上台下短短30公尺，此刻对两人来说却是最遥远的距离。你是阮的掌上明珠，抱着轻轻看。你刚才有哭吗？有一点。会等到他等一下下台，等他见个面吗？不要了，他下台的时候，他已经很累了。谢金燕曾说，她的一生都在期待被呵护。这首心肝宝贝要代替父母唱给自己听。或许很多话谢金燕没有说出口，但是在爸爸诸葛亮最后的日子里陪在身旁，关系修复，父女情缘算是少了一点遗憾。
诸葛亮近几年推出了不少电影作品，很多人以为他转型了，不过其实演戏才是诸葛亮的老本行。从2011年开始，每年农历新年档期都看得到诸葛亮主演的贺岁片，而且每部电影票房几乎都破亿，也让他有了贺岁帝的美誉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欢迎回来，节目现场。诸葛亮在台湾的电视综艺节目一直占有一席之地。2011年，他开始将重心放在电影上，从《鸡排英雄》《大尾鲈鳗》到《大喜临门》，接连几部的春节贺岁片票房屡创破亿佳绩。诸葛亮更被冠上了贺岁帝封号。在他人生中最后一部的电影作品《大吊歌》，诸葛亮呢不但出资拍片，还共同参与了编剧发想，倾注他毕生的心血，在带给观众欢笑的同时，更把感人的亲情、人生哲理巧妙的融入。跟他合作过的导演都说，这就是诸葛亮，没有人可以取代。也说诸葛亮演起戏来非常的敬业，也非常专业。在拍片的过程当中，他从来不摆天王架子，不用个人休息室，而是跟大家一起吃便当，十分随和。他是后辈眼中敬重的前辈与榜样。尽管生前诸葛亮与金马奖无缘，甚至在病魔缠身的时候，仍然没有放弃电影梦，继续构思下一部喜剧电影。荧光幕前诙谐搞笑，幕后燃烧生命，就是期望将更多的笑声传递给每一位观众。你叫小丫鬟啊？这放一杯，还是热的吗？别喝了，别喝了。从歌舞带的台语夹带一点诙谐搞笑，这是喜剧天王诸葛亮独特的诸事幽默。狗腿排，你狗腿排，啊，我热鸡鸡。简单几句对白，时常逗得观众捧腹大笑。电影里的诸葛亮不同形象，一片空档，脑子里总有用不完的点子，往往让剧情画龙点睛。你叫我台湾人，想台湾人的厝，我真做袂到。你个倒鸭嘞，穿鸭嘞，恁爹都袂惊啦。我觉得朱大哥本身他就是一个天生的喜剧的泰斗。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取代他了。你是住伫隔壁呀？你先来唔知甲我注销呗。从2009年复出，接连拍摄了许多的电视广告。2011年，诸葛亮又开始投身大荧幕，当时在电影《鸡排英雄》里还只是特别演出一员角色。直到2013年，春节贺岁片《大尾鲈鳗》一上映，沉寂已久的秀场天王摇身一变成了电影明星。既然要拼命用手刚好，会使啊！大尾鲈鳗厉害。其实真的觉得他演得非常非常诚恳跟有深度。他其实真的是台湾的国宝，他一个人扛起了国片票房的半边天了。北港艺做风啊，还是啊，对，就冇嗰啲走路，荤个食呢，规矩看。昏桃卖软蛋，你的笨蛋啊！昏头啊，卖软蛋。从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阴错阳差变成了老大哥，电影延续的诸事喜剧无厘头的搞笑风格，《大尾鲈鳗》全台票房更创下了4.3亿的纪录。演喜剧没有人比得过诸葛亮，也或许是因为从舞台出身，每当演起戏来风格多变，但在举手投足间又不失在地的美味。2014年电影《大稻埕》，诸葛亮一人分饰2角，穿越古今，更让人见识到他的演技派实力。猪头教授，我一直认为他是台湾重要的国宝级的演员。我有很多的这个，包括表演或者是导戏跟演员沟通的方式，都从他身上学到。接连拍摄春节贺岁片，年年票房创下了破亿佳绩，诸葛亮因此被冠上贺岁帝封号。每年的春节国片也绝对少不了他。尽管每当电影上映，总有人嫌内容大同小异，但是诸葛亮的电影梦从没停止过。他带给这么多人欢乐，即使可能有一些评论的人没有很喜欢他，觉得他很低俗，但是我觉得我们都不要忘记他让多少人，他让多少的阿公阿嬷
开开心心的多活好几年。进寺院请小声一点。小声一点啦！哎，干迄大声啊！2015年，诸葛亮再度主演春节贺岁片《大喜临门》，这回不只有他一贯笑匠作风，还多了点两岸结婚习俗的逗趣桥段。你敢谈啊？退一步。我是要退你无法保你。趁早别谈了，真难搞。我难搞，你考过是不是啊？平凡不过的对话，透过诸葛亮的演出，往往效果十足，却让人看到诸葛亮天生的喜剧灵魂。曾经合作过的导演黄朝亮回想起和诸葛亮一起拍片的日子，依然记忆犹新。尤其在拍摄《大喜临门》前，诸葛亮就已经证实罹患了大肠癌。当时他也和诸葛亮商量过，是否将拍摄档期延后，但是诸葛亮仍然坚持按既定行程走。我们拍《大喜临门》的时候，那时候在高雄，顶着38度的热天，哦，那他拍得很开心。其实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他才刚获知他得了大肠癌不久，可是他很豁达，他既然工作了，他既然拍的是贺岁喜剧，他就坚持认为要把这个快乐一面带给大家。所以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热，可是有好几场。哦，我们说，演员准备了，朱大哥经常是第一个、第二个到现场的，从休息室就过来了。对，有时候还要等其他演员。对，所以他的敬业跟他对电影、电视的热情，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比。诸葛亮的敬业，合作过的导演和演员众所皆知，而他的喜剧魅力还不止如此，更展现在电影剧情的桥段上。今天你有办法赢我一滚，你就睡在这里。突发奇想的灵感，让诸葛亮跟导演黄朝亮之间激起不一样的火花，而这也是为什么诸葛亮在悲喜交错的演技中总是赚人热泪。不，那个没有，那个造谣。林心如带李东学带她男朋友回家，哦，给爸妈见爸妈的时候，她认为这个男朋友应该在家过一夜。哦，会有更多的有趣的这个撞击，所以他就加了一场过柜，哦，就是守在他们两个房间之间。对，有血啊，有血，我你要死，我抽起来有血啊，你别跟你比。他在年轻的时候在秀场也好，或是以前他有跑野台戏，他本身就兼编剧，甚至是舞台剧的导演。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一个70岁的老人，到他上天堂的前一刻，他都还是很认真的，很尽心尽力的在做他的工作，在发挥他的创意。扮演过议员，揣摩过帮派大哥，还是穿梭时空的朱教授，更别说是爱女心切的父亲。诸葛亮在复出之后，连续拍了8部电影，更累积13.4亿台币的票房，更在2017年再度挑战贺岁片。我蓝大将，我少年的时阵，我是一个拳头师傅，大家拢叫我蓝教练。这回诸葛亮不止参与编剧发想，更首度出资拍摄电影。即使当时的他已经病魔缠身，但仍然倾注毕生心血，只为了将欢笑带给观众。我就是被有人给我金。你信啊？这是我看过面对癌症最豁达的一个病人，他完全不被这个病情所影响。即使他第一次开刀完，我进病房看到他。非常的瘦，非常的黑，但是他还是非常的，哇，这个很有元气的跟我们交代了很多事情。就像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，就像大雕哥，我们那个书画很胖，哦，然后他经常会跟他说，啊，你要减肥啊，哦，然后事后说又拿东西给他吃，就是说他又是关心你，然后也会扮演一个为人父母长辈的那种关爱，也都有。可是，在我们看来，就会觉得很有趣。为了宣传新片，诸葛亮更首次登上红白艺能大赏，还当场献唱一曲，让人深刻感受到他对于亲情感性的一面。我的囝儿是谁？好甲歹拢有真济，好的
请恁甲团落，歹算我较歹势，有恁甲我团香火，我对祖公啊会得过，欢喜受，甘愿做。我是恁老爸。努力跑宣传，尽管票房不如预期，但是诸葛亮始终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喜爱他的观众。人家看到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病，我都把它忘记了。哦，这个是我的一个个性。人已经去开刀出来了，已经活了就赶快表演。大家喜欢看我，期待我好，那我好了，我就要赶快报答各位。其实大调哥，因为朱大哥自己本身是出品人他是这个电影的老板。那从开拍到杀青，甚至到上映，他从来没有把票房压力给过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。连续8年拍摄春节贺岁片，带给观众欢乐与笑声。但是诸葛亮却从未在台湾获得任何电影奖项提名或肯定，他人生中唯一的男主角奖还是在中国大陆拿下。对比他在台湾影坛长期以来的影响力，显得讽刺。即使我们已经在讲的新的剧本，我觉得也不可能会再拍了，因为没有人能够演他演的那个角色。我觉得我们失去了一个台湾最好的演员。大调哥今年，其实我坦白讲，对，以目前来讲，这个电影可能在票房上它是没有赚钱，可是我不觉得大家会认为这部电影不好，因为在我看来，这部电影是诸葛亮付出他的生命，付出他多年的心血结晶，然后很努力、很用心拍的一部电影。诸葛亮这一位一代喜剧笑将留下的诸多经典作品，每一出都是他的心血结晶。而他无人能取代的诸事风格，也将永远留在台湾的大荧幕，深埋影迷心中。诸葛亮2014年就确诊罹患了大肠癌，但是为了电影的工作，没有马上接受治疗，病情一拖就是2年，一生都贡献给他热爱的舞台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诸葛亮一生传奇，台上台下都是戏。诸葛亮曾经说：“用心把戏演好，观众喜欢最重要。”朱延平导演就形容诸葛亮是欢乐给别人，眼泪留给自己。在很多人的记忆中，诸葛亮代表了一个时代，而现在这位天王巨星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继续散播欢乐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阿爸阿母。姻缘有较短，生你了后，缘分煞来扯。细汉的你，心内一定无好过，对恁的亏欠，我一直藏心底。回头已经这回，倒咧问床，我嘛想真多。虽然恁爸将来无得行啥货，有一寡话无讲，恐惊无机会。做我的囝儿是谁？好甲歹拢有真济。好的，请恁甲团落；歹的，算我较歹势。有恁甲我团香火，我对祖公啊会得过，欢喜受，甘
远做，永永远远我是恁老爸。